姐姐，你说换上新衣裳，相公他会不会就多看我们2眼？傻妹妹，一件新衣服就让你忘了疼啊！水要凉了，快洗吧。可是相公他真的变了，说不定今天晚上……收起你的念头，我跟你说，赵琪他就是个……你们2个怎么还没好？这身材，这大长腿，赵琪，是让你进来的，快出去！我不知道你们在洗澡，我这就出去。他竟然没有反驳就出去了，难道他真如柔儿说的转性了？天都黑了，他们还没洗完澡呢，看来真是没穿过新衣服。以后我得对他们好点。这么极品的双胞胎老婆，谁顶得住啊？男主以前是不是眼瞎呀？还没看够？看不够啊？这怎么能看够？看一辈子都看不够啊！前世我就是个穷屌丝，这种级别的美女只能在手机里面刷到。现在倒好，白捡2个，简直跟做梦一样。他竟然说一辈子都瞧不够，这还是那个嫌弃我们是扫把星的相公吗？你就在家待着，我们去就会。好，等你啊，早去早回。经过1天的折腾，2个老婆总算是对我有点好感了。姐，这么晚了，咱们这是……我今天下午捡了几个鸟蛋，怕他抢，就藏在前面草窝里了。谁知道他今天突然转了性，又是给我们新衣服，又是给肉吃的，就想着给他弄个蛋羹。你这是原谅相公了？那我们今晚……哟哟，2位嫂嫂，这是打扮的真水灵，真是等不到明儿，今儿都想去洞房嘞。姐，麻烦你们想干什么？要是敢动我妹妹，敢乱来，我可就要喊人了。村里人都逃荒去了，你们喊破喉咙也没用。更何况明天你们姐妹俩就得乖乖上山去伺候我们大当家的。嘿嘿，你看这，咱真是白跑一趟。你看人家身上穿的这一身衣裳，这比咱带过来的那带劲多了。这赵琪还真会舔呐，新衣裳，白嫩腿，大当家见了，指定玩的尽兴啊！十七新衣，难怪他突然这么好心。赵琪，原来你是要把我们姐妹打包卖了。洋洋让我在这儿等着，难道说我赵琪的幸福生活就要来了？原主这小身子板还不错啊，但是也得先热身热身。嘿嘿嘿。呀呀呀呀呀！嘿嘿嘿嘿！回来了。这么晚了，别老绷个脸，对皮肤不好。咱们还是早点睡觉吧。不是你打我干什么？赵琪，
我当真以为你转了性子，结果从前到后闹了半天，都是你演给我和蓉儿看的一场戏。你就要把我们两个打包卖给罗三炮是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你们俩是我老婆，我怎么可能卖你们呢？我再也不相信你说的话了，给我滚，滚出去！哪儿去啊？蓉儿，滚出去，出去！哎呀，老婆，你们听我。哎，解释我。好了，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。那原主真是个混蛋。算了，这种事儿还是从长计议吧。出去！都怪原主是个王八蛋，害得我今晚只能睡在草棚。虽然我有系统加身，吃喝不愁，但这毕竟是活在乱世。系统能不能兑换武器什么的？哎，就比如那个冒蓝火的那个加特林。当前震惊值余额20，兑换加特林需100点震惊值，震惊值不足。还真有这玩意儿，还差80，我就能打。这村里人都出去逃难了，这没人，我上哪报震惊值去啊？算了，先睡觉，等明天起床，先带他们填饱肚子，一定得带他们离开这儿。我帮你。哎，我给你们买的旗袍呢？你们怎么又换回这旧的了？我知道你们还生我气呢，别生气，我现在就上山给你们打2个小野猪，给你们做烤乳猪，等着啊！烤乳猪，我看是去山上找马匪讨要卖我们的赏钱吧。我今天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。系统，帮我兑换2头小乳猪。已为宿主兑换2只小乳猪，消耗震惊值8点，剩余震惊值12点。警告！宿主家人有危险。黄金桶，开始！我他妈的，马匪敢绑我老婆！系统，帮我兑换1件防身的武器。当前震惊值余额12点，可兑换防弹衣，消耗震惊值10点，是否兑换？防弹衣？这年头都是土枪土炮，有了防弹衣，岂不是无敌了？兑换！兑换1件防弹衣，消耗震惊值10点，震惊值剩余2点。罗三炮，敢动我老婆，你找死！刘鑫，你不是说着急给他们换套新衣裳？衣裳呢？大当家的，我昨天晚上我就是看着他们穿出来，那料子像绸子。放你娘的屁！我叫绸子，大婚之日叫俺的娘子穿着破衣裳，穿不起我的脸，还要不要脸？大当家的，恁别生气，恁准备了那新衣裳，俺给你备着哩，我去给你拿啊。小娘子，你别急，等俺兄弟把新衣裳拿来，夫君我亲自给你俩换。大当家的，我求你了，你发善心，放过我儿媳妇吧！我儿子亲口说了，他不卖媳妇了。娘，你怎么还信赵琪那个畜生？他说上山去给我们抓猪，其实就让他们来抓我跟妹妹的，要不然他怎么连面都不敢露？老天爷呀，怎么老赵家生了这么个逆子？大当家，你要抓就抓我，别抓我姐姐。哎呀，这个老可是一个人多没意思呀！放开我！我要发就发你姐俩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听说赵琪娶了你们3年，都没碰过你们，我今天就当场验验货。罗三炮，放开我妹妹！要是再敢动，我就死在这儿！我好害怕呀！
去，坐去。前桌走，我后桌就让兄弟们把这老婆子给睡了。不要，来，不要，滚！娘，姐姐，你们看，是相公来救我们了。他竟然为了保护我们，动手打马匪。赵琪，我不但要碰你娘，我还要当着你的面罚你媳妇儿，去死吧！我跟你拼了！还我儿子！还我儿子！老东西，我现在就让你赔你儿子去！好疼啊！这防弹衣怎么不防疼呢？他是我！恭喜宿主震惊3人，获得震惊值30，剩余震惊值32。我看他们都挺害怕的，这才震惊3个人。多数人恐惧情绪大于震惊情绪，导致系统无法准确判断。好吧。儿子，娘，姐姐，相公没死，相公他还活着。老婆娘，我没事，我命大，我死不了。这见鬼了，这都打不死。大当家的，肯定是你谋打中这家伙，让来。不疼，这咋回事啊？恭喜宿主震惊1人，获得震惊值+10。这不是给我送震惊值的吗？罗三炮，别停啊！你们不是要杀我吗？来呀，继续往这儿打！大当家，我来。爽！恭喜宿主震惊1人，获得震惊值+10。就这样？不行啊，这不是给我输送筋骨呢吗？来，继续！我就不相信你会刀枪不入。兄弟们，上膛，一块儿打，都打！来！恭喜宿主震惊1人，获得震惊值+10。恭喜宿主震惊1人，获得震惊值+10，震惊1人，震惊值+10，震惊值+10，剩余震惊值82，震惊值92，值112，震惊值122。恭喜宿主震惊1人，震惊值+10，剩余震惊值132。娘，姐姐，相公他没事。见鬼了！打够了吗？筒子，我要兑换加特林。兑换加特林成功，消耗震惊值100点，剩余震惊值32点。现在轮到我了。现在轮到我了。张琪，我不管你练的啥神功邪功，会刀枪不入，老子也不是瞎打的。拿这个铁疙瘩来灭我，你把我都当傻子呀？就这破玩意儿，想杀死汉子了？敢说我这加特林是铁疙瘩？我让你们这群土匪看看，什么叫横扫千军！儿，别犯傻！听见没有？就连你亲娘都不相信你手里我铁疙瘩能横扫千军。实话告诉你，这个世上只有连珠火铳能连发5弹，其他的都是垃圾。哼，连珠火铳在我这加特林面前那就是渣渣。兄弟们，听见没有？他说他手里这铁疙瘩比连珠火铳还厉害，你们相信吗？大当家的，这咋包啊？他就是仗他身上穿的那身打不穿的那个邪风衣裳，搁这吓唬咱嘞。这枪都打不透的衣裳，老子枪遍北里八乡都没见过这好东西，必须归我。怎么想抢我的防弹衣？我确实打不死你，但他呢？
快把衣裳脱了献给我，不然他们都得死！不！我明明没有骂过他，他却想都没想就替我挡子弹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傻？要是出事了，要跟柔儿可怎么办？我答应过你，要保护你们一辈子，我说到做到。况且我穿了防弹衣，我没事。这好东西必须给我。罗三炮，敢拿我的女人做威胁，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活！我们都在这儿站着，我就不相信你我铁疙瘩咋杀人！来，打一个看看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世界上还有比连珠火虫厉害的武器！罗三炮，这回轮到你了。赵爷饶命啊！赵爷不干了！饶命！从你动我家人的那一刻起，你必死！不，赵爷，我以后再也不干了，你就把我当一个屁放了！放了，下辈子吧！赵琦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我实话跟你说，我清风在背后的老大袁大帅，你敢弄死我，你全家都得陪葬！还敢威胁我是吧？不是威胁，是真的。有了洋人的帮助，哪个军阀见了袁大帅不得礼让三分？叫你还敢！他真的像变了个人。娘，姐姐，相公好威风啊！罗三炮，这回真的到你了。妻儿，别杀了他！你要杀了他，咱们全家就完了。他身后的几十个兄弟，还有洋鬼子，一定会杀了我们的。娘既然替他求情，我也不好再对他痛下杀手。不过必须得让他为欺辱娘和2个老婆付出代价。罗三炮，要不是我娘替你求情，今日你必死。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滚！再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踏平你们清风寨！我的姐姐！赵琦，你给老子等着，待我回再召集人马，必把你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！娘，之前是儿子不对，是儿子混蛋，但从今往后，儿子不会了，儿子一定会保护好你们，再也不让你们受欺负了。当家的儿子终于长大了，妻儿，娘信你，你起来。相公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相公。大老婆，这是原谅我了？老公英雄救美，奋勇杀敌，是不是该赏一个呀？姐姐不肯，我来。还是柔儿好。相公，以后能不能别跟别的男人说，咱们成亲3年，你从来都没有碰过我们姐妹。成亲3年，没碰过你们。你嫌我们是扫把星，娶回家逢堵必输，3年来始终不肯踏进我们的房间。所以你们俩还是厨子，你没同过房。这原主真是个傻货，极品双胞胎一次都没动过。哈，天大的便宜砸我头上了，这模样不比21世纪的明星差。这要是换上空姐制服，那才叫带劲儿。相公，你在傻笑什么呢？这3年来，我们只有你一个男人，从来没有背叛过你。傻丫头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相公的手好温暖，他看我们的眼神，好像真的不一样了。饿了吧？我还打了2只那个猪羔子，马上吃啊！
可能是刚才枪响把他们吓跑了吧？对，我这就去带回来。咱们烤乳猪啊！黄金桶，开！还挺会跑，过来吧你！系统在手，天下我有。罗三宝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不过他被我打瞎了一只眼睛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那要是我用这隔空取物之法，把他的山寨搬空，黄金桶，再开！这马匪山寨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这他妈的！这饿死人的年代，他哪来的那么多财宝，那么多枪械？这得是祸害了多少人！拿来吧你！哇！哎呀！发财了！我发财了！哎，系统，有没有什么宝物能够装下这些东西啊？宿主可兑换储物戒指。储物戒指，兑换。储物戒指需要消耗震惊值12点，是否兑换？兑换。兑换成功，当前震惊值余额20。走。这戒指能跟随我的心意控制。不错不错。回家给老娘老婆做烤乳猪。走，老子找饼买马，包出去。我的宝贝呢？谁抢了我的宝贝？老大，一个狗屎的，怎么给老子看着？老子的宝贝呢？老大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说会不会是赵琦趁寨子里人少的时候上门偷走的？我就是一个臭赌鬼，哪来的钱买重型装备？原来是偷了老子的钱，杀老子的兄弟，非我撵我。周琦，老子跟你不死不休！去，向二当家传话，给袁大帅，告诉他赵琦身上有一件枪都打不动的防弹护甲，还有一个比连珠火虫都厉害的火器，叫他派人来，我要让他死！不是老大，大哥，我都已经跟袁大帅说好了，他明天就入驻洛县，现在连县知识都跑了，洛县以后就是我们清风寨的天下了。我特意跑回来，就是为了跟你讨杯喜。哎，金子呢？钥匙呢？弹药呢？东西都去哪儿了？这儿大家是赵琦，他趁大当家迎亲，全搬空了。赵琦，一个烂赌鬼，怎么就偷了我们的家？他身上有一件枪都打不透的好宝贝，要不然我的年货怎么能下来？那也就是说，咱们只要把那件宝贝搞到手，送给袁大帅，以后别说在洛县，就算整个上滩，咱都可以横着走了。正好，袁大帅给的这批新家伙可以派上用场了，就是用人命兑，要把那件宝贝，还有他抢走的东西，全部给抢回来。大哥，传我命令，全站集火，踏平赵家，杀人夺火。是。我也好久都没吃烤乳猪了。娘，洋洋，柔儿，快来吃饭，吃猪！真的是烤乳猪，我还从来都没有吃过，
只是这一整只要怎么吃啊？当然是大口大口的吃了。相公这就教你们，什么叫做3口1头猪。就是这个味道，爽。你们怎么不吃？娘活这么大，还没这么吃过呢。娘，以后你没吃过的东西那还多着呢。来啊，坐，一块吃啊，一块吃。以前连窝头都吃不上，如今荒年又遇乱世，全村人都逃跑了，咱家竟然还能大口吃肉，简直就是做梦。相公，明天我们还能吃肉吗？柔儿，别胡说。虽然咱们今天吃上肉了，但是相公哪能天天都打到猎物？柔儿，想不想吃烤肉啊？什么是烤肉？等咱们进了城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烤肉。娘，姐姐，你们听到了吗？相公说他要带我们进城去吃烤肉。相公，我们为什么突然要去县城啊？当然是为了赚更多的震惊值啊！更何况现在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就算去了县城，哪有钱吃什么烤肉？你就别逗柔儿了。哎，谁说咱们家没钱了？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相公，你哪来的金条啊？当然是从清风寨拿来的。你是说这是你从马匪手里偷来的？对喽，不只是这一点儿，我搬空了清风寨所有的库房，就在隔壁王婶家。不信你们去看。走。娘，姐姐，你们快来！相公他真的没有骗我们，这里有好多金银珠宝啊！相公，这么大一箱珠宝，你是怎么搬进这个屋子来的？哎呀，幸好刚刚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一箱珠宝放在王婶家，不然真解释不清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顶着大太阳在抱着这一箱。哎，别提了，你们俩赶紧回去收拾东西，咱们离开这儿啊！好，柔儿，走，去。琪儿，你把马匪杀了，把他们大当家弄瞎了，现在又弄回这么大一堆，他们要知道了，咱们全家可就完了。娘，你放心吧，那马匪啊，我还没放在眼里呢。啊，琪儿，娘知道你有本事，可是这些钱咱不能要。儿啊，咱别看了，咱快走。干枪老子的库房，今儿谁也跑不了。不好了，相公，刚才我们在山上看到罗三炮带着数百人朝咱家来了，这怎么办啊？说只是我一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，但带着娘和柔儿他们不能冒险，罢了，先撤。这样，你们先撤啊，我负责掩护。相公，你一定要小心点。放心吧，啊，快，哎，走了，去吧，快走吧。我记得这系统曾经说过，只要震惊值达到500，就能参与抽奖。要是去了落险，想达到500，那还不是轻轻松松？
正好试试这系统能给我抽出来什么好东西。娘，老婆们，我来了！他妈的，都他妈给我听好了，掘地3尺都要给我请到主播。大当家、二当家，我们从林家找到了这个装珠宝的木箱，快打开！空的！哎呀，周琦，老子弄不死你，誓不为人！大哥，带着这么多金银珠宝，跑不远呐！我这就派人去追。我们这一路逃往县城，竟然遇到这么多尸体，还有小孩子，有些身上竟然还有咬痕。这就是乱世，恶殍遍野，百姓为了一口吃的四处流离，死了连块能安眠的黄土都没有。我曾以为人吃人只是史书夸张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前世活在21世纪，国泰民安，我却还在那抱怨命运不公，真他妈不是东西。我们这一路埋了这么多尸体，这么多，得埋到什么时候？相公，那里有个尸体在动。救我！他发烧了，我们要是不管，他可能活不过今天。相公，我们身上没水也没药的，连自己都顾不上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既然我们看见了，就得管。系统，能治病的东西有没有？可兑换灵泉水，消耗镇精值10点。灵泉水能救人不？灵泉水可强身健体，治疗百病。治疗百病，马上兑换。兑换成功，消耗镇精值10，镇精值余额10。相公，你这水是哪来的？这水是刚刚路上捡的呀。相公，我也渴了。哦，给。柔儿，别乱喝，我们马上就到县城了。我不，我就要现在喝。娘，姐姐，我感觉全身疲惫消散，浑身都有劲儿了。一定是饿昏了头，出现幻觉了。相公，你给了他水喝，已经帮了大忙，这死都是迟早的事。哎呀，哎。恭喜宿主镇精值加10，镇精值余额20。谢东家救命之恩，从今往后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快起来！你叫什么呀？还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一路怎么那么多尸体？前面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叫杨磊，本是洛县保卫团团长。这在荒连年，由于一场军阀混战，县里根本就拨不出粮食，这县城知识竟然无耻地带着巡防兵烧城抢粮，最后还弃城逃命。10万的灾民，到最后就活下来5万。我本想着去州县求救，谁曾想5万灾民，如果搭建粥棚，不仅能救百姓于水火，还能赚取海量镇精值，这买卖血赚。相公，这洛县都这样了，要不咱们换个方向，去州县吧？去什么州县？就去洛县。5万灾民，好啊！我是说，5万灾民，我有办法给他们喂饱啊！哎，杨磊，
你去帮我召集一批灾民，就说我请他们喝粥。眼下镇静值不够，只能先救一部分，等赚够镇静值，再全县施粥救民。东家，你要是真的能施粥救人，那你就是全洛县的活菩萨。去年州县被洋人占领的时候，我带着保卫团的兄弟们跟他们拼过，可这县里没粮食，弟兄们只能饿着肚子打仗，最后只活下来我一个人。要是能早点遇到东家，兄弟们就不会死。之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如今有我在，就不会再让他们饿肚子，也不会再让洋人踏进一步。东家放心，我杨磊这条命以后就是为了护洛县、抗洋人而活。好，快去吧。七儿，这么多灾民，咱们今天还没有归宿，今天的吃食还没有着落，拿什么给灾民呀？是啊，相公，要不咱们赶紧跑吧，等姚磊把人带回来，发现我们骗他们，会活剥了咱们的。跑？那镇静值上哪赚啊？洋洋、柔儿，你们就照顾好娘，剩下的事儿交给我。走。相，洋洋，拿着，如果灾民真来了，就把这个银簪当了，好歹换点米，熬口稀的给灾民分一分。他妈的，二弟，这周边所有村庄也没见着急的踪影。大哥，那就只有去洛县这一条路了。走，去洛县。不想你娘死，就给老子打桩接客。今天要没客人，老子活埋你娘！求你不要伤害俺娘，俺们这就去卖。你们几个该吃饭了。哎，你给他们吃什么？他们是人，不是牲口。小子，想玩，我人方欢迎你；想闹事，剁了你！东家，打桩吧，半袋粟米就行，不然俺娘和俺弟都活不了了。东家，俺不要粟米，3捧观音土就行。俺才17岁，身子还是干净的。相公，他们还那么小，却要用身子换粮食。半袋粟米买人命，3捧观音土毁一生，这他妈是什么世道？东家，求您了，打桩吧，不然俺娘活不到明天了。来，你先起来。东家不答应，俺们就不起来。好，我答应。柔儿，别担心，相公也是为了救他们。我相信相公。哼。2个一块打是吧？2袋粟米。你没说好是半打的，你怎么能坐定起价呢？哎，打坏了，我可就不感兴趣了。现在开始，2袋粟米。2袋粟米，粟米那玩意儿能吃吗？我给你10个白面馒头，如何？白面馒头还10个，小子找死啊！这年头谁吃得起白面？敢耍老子？怎么不想吃？东家，俺们连半个馒头都不吃，哪里值10个馒头？闭嘴！再吭声，老子剁了你们！哎，别吓坏孩子，我说10个就10个。好，有种！今天你拿得出馒头，别说他们2个，就我身后的这帮妞都给你。要是拿不出，
他们2个归我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系统，兑换10个馒头。兑换成功，消耗震惊值5点，剩余震惊值15点。三哥，我们也是逃难过来的，哪里有白面馒头啊？你怎么能答应他？好啊，你们也是逃荒的，敢骗老子！那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白面馒头！恭喜宿主震惊14人，获得震惊值140，剩余震惊值155点。155点，能换200多个馒头。等杨磊带着灾民来，今晚就能抽奖。给我！好，愿赌服输。这馒头归你，这些人归我了。好了，你们自由了。东家，别赶俺们走，俺们给你打车，不要白面，送米就行。俺娘和弟弟都要饿死了。哎，起来！系统，再兑换10个馒头。兑换成功，消耗震惊值5点，剩余震惊值150点。来，这些馒头都是给你们的。东家，娘说过不能白拿，打桩一次不够，俺们就拿1个救命，差点的，明天打桩还你。哎，不用还，这些都是你们的，赶紧拿着去救你的娘吧。娘，谁让你们给这老贱货馒头的？老子的规矩忘了，有粮食要先上交，有粮食要先上交。怎么，愿赌服输，反悔了？反悔又怎么样？他们是老子活命的牲口，你带走就是断老子生路。牲口？他们才多大，你就让他们接客？生在乱世就活该被欺负，凭什么？就凭他们是女人，生来命就贱。当然，你想带走他们2个，可以把你后面那2个留下来交换。正好，老子吃饱喝足了，想找点乐子。老子睡过的女人上百，这样的极品还是头一遭。因为我只想用几个馒头救人，不想取你性命，没想到已经糟蹋数百女子，简直是猪狗不如的畜生。系统，有没有让男人断子绝孙的东西？有断子绝孙散，我可以帮宿主将其撒在油条上，共消耗震惊值10点，是否兑换？兑换。兑换成功，消耗10个震惊值，剩余震惊值140点。其实吧，我不光有馒头，我还有这个啊，好香啊！没想到你小子还有点眼力劲儿，知道老子要玩你的女人，还给老子弄点好吃的。香啊！哎呀，为了就这几个丫头，把自己的媳妇儿搭进去，孬种！做到这份上了，算什么男人？雨柔啊，相信咱们相公。我的宝贝没了！我的宝贝没了！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？你不是喜欢欺负女人吗？那好啊，我就让你以后再也欺负不了了。我变成太监了啊！相公，真解气。东家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没齿难忘。哎呀，快起来！来，你们真的想谢我是吧？那好，一会儿我会在这施粥的时候，你们帮我打个下手就行了。东家，你真的要施粥救万民？施粥就他呀，督军连吃败仗，洛县知事早跑没影了，没粮了，他拿什么救我们？用嘴吗？东家有粮，你看这白面馒头，他给的，
救了俺娘的命。几个馒头顶什么用？洛县5万多张嘴，一天要吃掉上万斤粮食，除非把附近粮商都抓过来，否则没戏。东家，人给你带来了。你们还真是傻呀！真以为这个穷酸货能拿出上万斤粮食吗？是啊，那太多了。东家能从任芳那抢回我女儿，他说话算话，真的是他救了我们。请你们相信东家，他救了我们。相公，这么多人，至少需要上百斤粮食，你上哪儿弄啊？相信相公，相公说到做到。系统，140点镇静值能换多少米？140点镇静值可以兑换500斤大米，1座粥棚，是否兑换？500斤大米虽然能解决眼下这些人的吃饭问题，可是若粮食凭空出现，必乱。那宿主可自行选择粥棚位置，位置就选在100米外那个空地。兑换成功，消耗镇静值140点，剩余镇静值0点。相公，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带他们喝粥了。你们不是都不信我能施粥吗？那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粥棚！哎呦，真是粥棚！粥棚，真的是粥棚啊！都在没有骗我们，俺们有活路了。对呀，走，我们去帮东家施粥去。快！相公，你上哪弄这么多粮？什么时候搭的粥棚啊？这么快就忘了？之前我不是把罗三炮的山寨搬空了吗？这些粮就是他们的。可是这一路上也没看到你运粮啊。可能是杨磊吧，他刚刚带人来的时候就顺便给弄了。哎呀，别说这些了，走，咱们也过去。走。来，大家都排好队，每个人都有啊！真是白米粥，东家没骗我。来，大家快跟我跪下！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谢东家救命之恩！谢东家救命之恩！谢东家救命之恩！恩人呢？这碗粥救了我们全家老小的命啊！谢东家救命！3年之下，1碗薄粥，竟让人舍尽尊严。大娘，快起来！小翠、招娣，快把你们娘扶起来！东家，俺们命如草芥，是你给了俺们活路，这恩情，俺们只能磕头来报答。谢恩人，快起来吧！柔儿，你们看，自从相公上次头磕着了之后，就仿佛变了个人似的。以后谁再说他是赌徒，我绝不答应。当家的，你看到了没有？咱儿子是大英雄。大家使不得，大家放心，只要我赵琦有一口饭吃，就不会再让大家挨饿。苍天有眼，东家真是活菩萨呀！活菩萨呀！大家都不起是吧？那我陪大家一起。东家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来，东家，你们也起来，起来吧，都起来吧。这就对了嘛。如果大家想谢我，那就到别处，让更多的人过来，就说我赵琦请他们喝粥。对，吃饱的跟我走。来，咱们继续。来，排好队。哎呀，这镇静值不就来了吗？终于追到罗县了，抓到赵琦，我一定把他碎10万吨。这帮灾民得是我疯了，见了咱们不跑，还往城里头跑呢。别走，过来！跑什么跑？说，你还不知道，城里有人施粥，还是白米熬的。白米熬的？县知识都跑了，哪来的粮？还白米粥？你当老子是傻子？没骗你，
是个叫赵琦的大善人，在城里施粥。大哥，明日洋人就过来接手洛县了。这赵琦居然拿着咱们的钱装善人，这是找死！妈的！兄弟们，咱给我冲进去，抓赵琦，报血仇！这哪来的枪响？怎么？东家，东家，不好了，是马匪！马匪！这可怎么办呢？跑上路吧，咱们也跑吧。这里可是赚镇静值的好地方，怎么能轻易舍弃？得找个地方看看系统。这次获取的镇静值绝对够抽奖。哎，大家都别慌，咱们继续发粥，不要停。杨磊，我家人，你先帮我照顾一下，我去就回。好，东家。系统，我现在有多少镇静值？能不能抽奖？宿主一次性震惊60人，获得震惊值600点，获得免费抽奖的机会。是否抽奖？这就600点镇静值了，马上抽奖！恭喜宿主抽中特等奖。特等奖？这特等奖是什么呀？恭喜宿主获得特等奖，获得枪支弹药受潮失效卡1张。什么枪支失效？什么潮卡？什么玩意儿？就是能使敌人的枪炮哑火。这，也就是说，我能让敌人开不出来枪？这在乱世，妥妥就是保命神器啊！罗三炮既然找上门来，那我就让他看看这新玩意儿。谢谢。谁碰蜘蛛谁死！谁碰蜘蛛谁死！住手！你们都住手！罗三炮，你无辜殴打百姓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？老子在这县城就是王法！北密州，赵琦这狗东西还真会糟践老子的钱。既然他不出现，就给老子打！你不能打！来人，把我2个女子给我撵过来。东家走之前，吩咐我保护好2位夫人，想动他们，从我身上踏过去。看你他妈是心死！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哥好福气呀！这2位就是我那2个没有过门的小嫂子吧？这是水灵得很呢！你们这些畜生会遭报应的！呸！报应？老子杀人如麻10几年，要是有报应，我还能站在这儿？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倒是小嫂子你放着大哥不跟，去跟赵琦那个废物，可惜喽。我们相公是英雄，不是废物。英雄？人呢？让他出来，杀了我呀！老二，赵琦夺了咱们的货，又躲得远远的。死者，把我2个女子先收点利息。别担心，让哥哥来疼你。抓着！哥哥来疼你了。
住手！住手！赵启，你终于出现了！都他娘给老子抢上堂！老老实实交出钱和房贷，说吃你背后滋事的人，然后把这些村民四肢打断，要不然全都得死！罗三炮，我给过你机会，让你解散清风寨，你不但不听，反倒来洛城欺压灾民，还带着人砸我的场子，抓我的人。今天你必死！大哥，你听听这个傻子说的，他真以为有件防身之物就可以装英雄了？今儿个咱拿的可是洋人给的新花器。既然他心思把我几个娘们留下，剩下的一个不留。既然他要心思把我几个娘们留下，剩下的一个不留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是赵启害死了你们。你们要是索命，都找赵启。想杀人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如何？你要跟我打赌？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大哥，他说我枪里没有子弹，你小子是吓傻了吧？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我们就赌一把。要是你输了，跪下认罪。那要是响了呢？要是响了，我这条命归你。相公，不要！相公，不要！赵启，你真是活到头了！想赌可以，我奉陪到底。听着，输了不光你这条命，还有你从老子那儿偷的钱，原封不动都给老子还回来。加上你那件连子弹都打不透的盔甲，赢了都得归我们。一言为定。相公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输。输不了，我们只是赌输赢，还没有说几条枪。兄弟们，都给我上！好，好，好，这么玩是吧？行，只要有一声枪响，就算我输。琪儿，只要有一声枪响，就算我输。童子，使用枪支弹药受潮卡。已使用。相公，楚卢他分明就是在讹诈，你怎么能相信他呢？方大姨，我给你们。钱还在王婶那儿，分文未动。哎，娘！我求你们了，你们放过大伙吧！我求你们！娘，别求他，你放心，我输不了。傻孩子，
抢一想，几十口人命，儿啊，咱们可是不能被千古骂名。娘也不想死后没脸见你爹。要杀就杀了我，放过大伙儿！杀我！是啊，要杀就杀我们，东西是我们拿的，跟这些灾民没有任何关系，让他们走吧。我走了。无辜，毒是赵齐打的，要恨都得恨赵齐。夫人别怕，我的命是东家给的，要杀你们就冲我来。没有东家，早就没俺闺女了。他教俺人不分贵贱，要杀先杀我。杀我吧！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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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死！杀我！我成全你们，多少一个不留。这大脸，这下了怎么？系统给的特等奖真给力呀！娘，姐姐，枪没响，老天爷都在帮我们，相公他赢了。我说过，只要枪响一声就算我输，但是枪没响，你输了。跪下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枪不可能哑火呀！他们的枪都开过了，现在只剩下你了。开枪！这怎么可能？你输了，跪下，给他们所有人道歉。让老子给这帮贱民道歉！你还不如杀了我！好，我成全你。你拿老子哑火的枪吓唬人，你谁说枪不响就杀不了人？赵齐，你狗吃这干三个凶器！你跪下！不想像他一样，就跪下道歉。我跪，我们错了，不干脸。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罗三炮，给你机会，你也不中用我。带上你的人滚！再让我见到你，杀！我回去就立马遣散。滚！滚！滚出去！相公，你太厉害了！这就厉害了，相公还有更厉害的。晚上，让你感受感受。21世纪，我夜夜笙歌，来到这里好久没有碰过女人了。哎呀，只是原主做过那么多混蛋事情，他们要是不答应，我也不会强求。好，我也想试试。柔儿，你知道相公说的是什么？你就要试啊。我知道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也可以给你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也可以给你。那个天色不早了，大家都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吧，散了啊！走了，走，快是结束了。大当家，咱们真的要散伙吗？放你娘的狗屁！散伙！我的兄弟不是背死了？可这些那家伙太邪门了，咱们的枪竟然全都哑火了。肯定是大帅给的枪有问题。
你以为他能通神？之前咱们的枪也不是没响过。明天大帅就来接管洛县，我现在就去擒他。明日借大帅的手再猎他。恭喜宿主又震惊50人，获得震惊值500，剩余震惊值1100点。哎呀，又赚了500震惊值，这岂不是又可以抽奖了？哎，东家，咱今晚就在这儿歇吧。这酒楼的老板前几日已经举家南迁，这里头稍作打扫便能入住。不错，娘、柔儿、洋洋，以后这就是咱们在洛县的家了。小翠、招娣，你们也带着你娘和弟弟挑选屋子，早点休息吧。东家，俺们卑贱之身怎配住上这等好地方？在我这儿，人不分高低贵贱，让你们歇着，你们就歇着。哎，快给东家磕头！哎，不准跪啊！这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女子一人，在我这儿不行跪，再跪我就生气了啊！东家心善，我们不跪。哎，休息去吧。柔儿，你不是说要陪琪儿吗？良宵难得，洋洋也去，娘还一直等着抱孙子呢。这是让我双飞啊！娘还一直等着抱孙子呢。好，全凭娘做主。老娘真是神助攻啊！天没黑就催我入洞房，原以为今晚只有柔儿相伴，没想到竟然是双珠齐至，而且都是第一次。娘、洋洋、柔儿，你们先上去休息休息，收拾收拾。饿了吧？我给你们搞吃的，烤肉行不行？相公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逗柔儿？我们去房间等你，你快来啊！琪儿啊，你去哪儿啊？洋洋和柔儿在屋里等你呢，你跑去干什么去？我找吃的去。琪儿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那方面不行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琪儿，你老实说啊，你是不是那方面不行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娘，就我这身体，可能不行吗？嘎嘎的。那怎么总不肯圆房，老往外跑？他们忙了一天，连口白粥都没喝。我不是想着他们肯定饿了吗？我晚上给他们弄烤肉吃，怎么样？啥？烤肉？啊？这大灾年的，到处都是逃荒的人，哪来的肉啊？琪儿，你可别是愁的有了癔症。即使咱们有了隐疾，你放心别怕，娘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请大夫。咱们赵家可不能绝了后。哎呀，这都哪跟哪儿啊！我身体棒得很，您放心，咱们赵家非但不会绝后，将来必定儿孙满堂。走了。罢了，男人都要面子，这种事哪肯认？还是我去跟洋洋、柔儿说，让他们先歇了吧。系统，我要抽奖。恭喜宿主抽中至尊奖。至尊奖？这特等奖是让枪械哑火，这至尊奖不是要起飞了吗？恭喜宿主至尊奖奖励2套性感时装。性感时装？性感时装？这柔儿、洋洋刚答应和我同房，系统就给我安排制服诱惑。他俩这身材，穿上这衣服简直是绝了。系统，不，
义父，你真懂我。先填饱肚子，再办正事。系统，打开商城，我要买点啤酒、烧烤、小龙虾，再来点羊排。烧烤3人套餐50镇金值，5人套餐100镇金值，10人套餐150镇金值。咱有这条件，直接给我来10人套餐。是否购买烧烤10人套餐？需消耗镇金值150点。买。烧烤10人套餐已购买，剩余镇金值950点。啊！哎，爽！相公，别担心，就算你身子不好，我跟柔儿也不会嫌弃你。什么身体不好？娘都告诉我们了，你身体有眼疾。我的亲娘，这是要毁我一世清白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老公的身体好得很，等一会儿吃饱了饭，就让你们2个求饶。算了，相公生了那种病，就让他过过嘴瘾吧。相公，等你养好了身子，我们姐妹俩随你折腾。你刚刚说什么？随我折腾？相公，你口袋里装的什么？硌到我了。糟了，好久没有碰过女人，我太没有定力了。相公，原来你没病啊！相公，原来你没病啊！不然呢？姐姐，你往他腿上一坐，就知道他没病。我也来试试。柔儿，别胡闹。行了，你们2个都别胡闹。看看，相公给你们准备了什么？是肉，所以你刚才是在准备这些？那不然呢？不然真像老娘说的，我身体有问题啊！行了，别愣着了，去把大家喊过来，咱们一起吃饭。好。唉，冰镇啤酒配烧烤，神仙来了换不了。东家，这么多肉，真是给我们吃啊？是啊，这么多肉，我们一家也吃不完，大家一起吃。赶快动手啊，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来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吃，就敞开肚皮使劲吃。这也太香了！怎么样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么多年都没尝过荤腥，没想到在荒年里面还能让我吃到肉。哎，不是，大老爷们儿看见肉至于吗？你们要是想吃，咱以后天天有。东家，这可是肉，哪能天天吃？我说有就有。另外，我今天再给你们见见另外一种美食。当当当当！害虫！这不是害虫，这叫小龙虾。相公，这可千万不能吃！你要是没吃饱，就吃我的。吃娘的，吃娘的！我的也是，吃我的。这年头，没人知道小龙虾能吃，可在后世，
夏天夜市最香的就是这一口。你们放心吧，这叫小龙虾，这不是害虫，而且它的味道极其的鲜美。东家，都是俺们娘仨连累了你，要不是俺们，你也不至于饿得要直抽害虫啊！哎呀，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真不是害虫，你们看好了啊！这小龙虾呢，这么吃，而且它的肉质 Q 弹，味道鲜美。就是这个味儿。就是这个味儿。琪儿，怎可这么糊涂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娘可怎么活呀？娘，我这不是好端端的站在这儿吗？这玩意儿真好吃，不信你们试试啊！来，尝尝。东家，你救了俺们的命，哪怕这是毒虫，吃了也是报恩。既然东家说能吃，我吃。这味道很鲜美。怎么样？我没骗你们吧？好吃，好吃。我信相公，我也信。来。柔儿，别吃了，真是要再吃一个就跟你走。哎呀，走了。我赵琪的幸福生活来了。相公回来了，还不快进来？这真是我娶的那对姐妹。相公，你还在发什么呆呢？是我和姐姐入不了你的眼吗？入得了，入得了。这身段，这模样，天上人间都难寻。两位老婆，来，把战袍换上。是旗袍不合你心意吗？哎呀，但是这衣服更合我心意，也更合今晚之事。相公，这衣服太羞人了。相公，要不我们还是去换了吧？哎，换什么？不要的，就是制服诱惑。洋洋，玉柔，这才叫惊艳绝伦。我赵琪刷遍短视频，见过无数美人，可这对绝色双生姐妹，完璧无瑕，穿越这一遭，值了。你就会欺负人。我还没开始欺负人呢。相公，这是我们姐妹俩第一次，你能轻些吗？放心，今晚我就让你们知道
什么叫痛，并快乐着。宝贝儿们，我一兵未损，洛县就成了我囊中之物，明日即可进驻。我听说那边是华夏灾情最重的地方，我要是开仓赈粮，由他们自废官府，你说这些督军官府能撑多久啊？啊！大帅英明，这乱世那些穷苦人有口吃的，什么不肯干？听说那边已经有人易子而食，易子而食更好，省了我的粮食。现如今啊，军阀混战，狗咬狗一嘴毛，一点猪食就让他们感恩戴德。你们就看着吧，华夏土地迟早是我手中物。我袁大帅会是杨大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唯一代言人。大帅，清风寨寨主罗三炮求见，说有急事。清风寨，这群马匪倒是有点用处，让他进来。你他妈了个巴子！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记得，那当年跟我接头的不是你二当家的周路吗？大帅，求求您救救俺们清风寨吧！着急我狗东西杀两个兄弟周路，他还抢了俺们清风寨的土皇。大帅，那赵琦是谁呀？我不认识。他原本就是个赌徒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他妈一个赌徒都搞不定，我他妈要你有什么用啊？大帅，我有用。我知道赵琦有个宝贝，枪都打不透。妈的，枪都打不透！你妈了个巴子！你把我当成4岁小孩了！大帅，我罗三炮用我的性命起誓，若有半句假话，我不得好死呀！大帅，我他妈的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在你给我寻那个刀枪不入的宝贝之前，先陪我去一趟洛县。明日老子要开仓赈灾，真的是那群贱民的命，保的是他们对我的忠诚。如果有人不忠诚，当场毙了他。这地方的姑娘也太火了，头一回还以为一人一次就够，结果硬是折腾我一整夜。倒是他们起得比我还早，第一次尝甜头，精神还这么好。得补补。系统，打开商城，兑换灵泉水。商城已开启，兑换灵泉水，消耗镇金值100点，是否兑换？等等，上次兑换不是10点吗？这怎么就100点了？你这涨得比金价还快，你黑我呀？宿主镇金值突破1000，高级商城自动开启，所有商品效果翻倍。效果翻倍？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兑换。兑换成功，消耗镇金值100，剩余镇金值850点。宫廷玉液酒，100点一杯，这酒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！我又可以了，全身力气翻倍，还能继续再战。今晚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，什么叫做一夜7次狼。嗷！东家，你醒了，俺和姐姐烧了热水伺候你洗漱。这可是不得，这要是被夫人们看见了，我可解释不清楚啊。东家，2位夫人一早就出去了，现在这宅子里就咱们3个，昨夜的动静俺们都听见了。若不是东家难受，怎会劳烦2位夫人陪一整夜？哪是我折腾他们，明明是他们轮番折腾我。东家，让俺们伺候您吧。俺娘说了，俺们的命是您给的，往后就是你的人，求您给个名分，当丫头，当什么都行。我一直把你们俩当妹妹，
我对你们没有别的想法。东家，你是嫌弃我们被人放的畜生碰过，不干净了吗？可我妹妹小碎她还是清白的。你们两个都是干净的好女孩，之前的遭遇是这世道不公，跟你们没关系。你们以后不许再轻薄自己，听见没有？那东家不嫌弃，那就让我们。这怎么又？你们快穿上！你们还是孩子，我要是碰你们，这跟畜生有什么区别？哎呀，快把衣服穿上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相公，我还是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。哎！老子欺善，伤你们不死，只要你们跪下来宣誓，誓死效忠于老子。从今儿起，这馒头粥管够。都听见了没有？大帅赏你们饭吃，乖乖听话，馒头和粥管够。三番五逆，这3个人都是下场。刚让柔儿去喊相公，怎么还没来啊？柔柔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啊！你和谁怎样，不必同我解释，只是为何你偏忍不住？我和姐姐才刚尝到一点甜头，你就……我真的是把她们当妹妹，在我心里最爱的是你和洋洋。夫人，都是俺们的错，东家一直不愿意，是我们硬要报恩情，强拉他。东家嫌我们太小，不肯答应，您要罚就罚我们吧。怎么样？现在相信我说的了吧？相公，差点误了大事。什么事儿？洋人在广场施粥，他们贴告示说，只有投诚者才有饭吃，不从者杀无赦。走，去广场。看到没有？向师傅，向，退下！看来你们的膝盖还很拧嘛，宁可吃土，都不愿意见大帅上的馒头，打到他们见为止。别打了，我吃，别打了。为什么？给我肉一个吃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们都是被逼迫的，可记住，华夏儿女不是东亚懦夫。我杨磊，前洛县保卫团团长，这辈子书读的不多，但认一个死理，廉耻重于性命。你贵为大帅，卖国求荣，敢为洋人走狗，割让国土，欺压同胞，搜刮民脂民膏，现在还敢用这种嗟来之食，逼我们跟你一样，跪着成为走狗，汉奸，痴心妄想。我杨磊宁做饿死鬼，不得卖国奴。宁做饿死鬼，不得卖国奴！宁做饿死鬼，不得卖国奴！宁做饿死鬼，不得卖国奴！他妈了个巴子的！一群臭贱民，竟敢在我袁大帅面前逞英雄！宁做饿死鬼，不得卖国奴！你看，罗三炮！你这个汉奸走狗，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！你他妈不晓得老子的狗！愿意，愿意。我罗三炮永远都是大帅的狗。汪！你他妈的不是贱骨头吗？老子今天就要让你吃下去！吃！
把他的嘴给我掰开，把账拿来。来，大帅，掰开，吃。妈了个巴子！我看你硬到什么时候？吃！妈了个巴子！我看你硬到什么时候？宁做华夏饿死鬼，不当卖国奴！妈了个巴子！找死！杨磊！杨磊！谢东家救命之恩，从今往后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东家，你要是真的能施粥救人，那你就是全洛县的活菩萨。东家走之前吩咐我保护好二位夫人，想动他们从我身上踏过去。夫人别怕，我的命是东家给的，要杀那就冲我来。这么多年了，都没尝过荤腥，没想到竟然在这灾年里面能让我吃到肉。哎，不是，大老爷们儿看见肉至于吗？你们要是想吃，咱以后天天有。妈了个巴子的！我看你硬到什么时候？宁做华夏饿死鬼，不当卖国奴！兄弟，你走好，你的账我会一笔一笔给你讨回来。赵琦，你终于出现了！今天新仇旧怨一起算。赵琦，你终于出现了！今天新仇旧怨一起算。罗三炮，你勾结洋人的走狗军阀，逼迫百姓投诚，杀我兄弟，今日我让你血债血偿！你咋不吃死去？你胡说啥呢？这是大帅给他机会，杨磊自己寻思，怨不得别人。放你妈的屁！罗三炮，你卖国求荣，残害百姓，今日必死！你就是赵琦是吧？我听说过，把那个刀枪不入的宝贝拿出来吧，我保证不杀你，还让你代替罗三炮成为我洛县的代理人。不，大帅，刚才不是说给我呢吗？妈了个巴子！作为我的狗就要听话，狗没有资格不听主人的安排。你怎么选？我怎么选？选你做洋人的狗？就凭你这些猪屎，也想收买我华夏人的脊梁？反了！你敢陷我的粥棚？你知道这些粥能救他们贱民的命？救命！就凭你这些发了霉的馒头，就想换我神州的山河，换我华夏人的脊梁？宁可死，不会受伤！不做卖国贼！宁可死，不会受伤！不做卖国贼！既然你们想死，那就全去死吧！屠城，杀光百姓，你拿什么向你的洋人爹交代？我们来打个赌，就赌全县5万百姓，今日我让他们吃上白米饭，吃上大块肉。我要是输了，带头跪下，认你当狗。今日我要让他们吃上白米饭，吃上大块肉。我要是输了，带头跪下，
任你当狗！他妈了个巴子嘞！让他们吃肉，荒唐！荒年贱命，他们也配沾荤腥？白米和肉，只有老子的兵才可以吃。他们吃粥吃馒头，已经很浪费了。我要是输了，我带着他们投诚，外加10件防弹衣。你若是输了，你跪下给我当狗！宰了罗三炮！你他妈了个巴子的！你让我反洋人！怎么，你不敢？大帅，跟他赌，罗城早已断粮了，城门一封，根本就弄不来米和肉。我10件防弹衣可是保命的好东西。他妈了个巴子的！老子跟你赌，传我的命令，关闭城门，一个城也别放过。好，今天你和你的这群贼民，我收定了。杨磊，是你用生命点醒了我，什么是民族的脊梁。从前的我，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，我每天过得浑浑噩噩，只知道享受生活，我从来不懂珍惜。我不知道一袋米居然能够救活一家人的命，我从没给国家给社会出过一分力，是你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国家脊梁，民族兴亡。杨磊，你放心，你没走过的路我帮你走，你要守护的百姓我帮你守护。系统，我现在还剩多少镇静值？宿主剩余镇静值850点。850点根本不够全县5万百姓吃一顿。宿主可升级黄金铜隔空取物，辐射50公里，消耗镇静值500点，是否兑换？50公里，立刻兑换。你帮宿主升级为黄金铜隔空取物，辐射距离50公里，消耗镇静值500点，剩余镇静值350点。那我岂不是可以靠着黄金铜搬空袁大帅的军饷，救济灾民？黄金铜开！好你个袁大帅呀，这洋人的狗当的可真不错。这些军饷，别说是5万百姓吃一顿，就算天天吃，也能吃几个月吧。系统，这些军饷能隔空收入储物界吗？当然可以。这袁大帅知道了，肯定反扑，我得率先动手。系统，帮我兑换10个定时炸弹，今晚8点在袁大帅的军营中爆炸。已帮宿主完成兑换，并安置敌营，消耗300镇静值，剩余镇静值50点。我得赶紧回去，不然娘和洋洋他们该着急了。怎么办啊？相公和袁大帅打的那个赌根本就赢不了，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儿干等着吗？是啊，这都火烧眉毛了，相公还一直待在杨磊坟前，我就想不通了。明知道这是个死局，他为什么偏要往火坑里跳？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初就不该逃到洛县，现在城门封得死死的，想走都插翅难飞。东家的恩，我们记在心里，就算是死，也不做投诚的孬种。死什么死啊？不就是米和肉吗？咱们现在就去拿。大帅，刚收到消息，赵启就没有起新米和肉，反倒是跑到那个杨磊的坟上哭坟去了。现在城门紧闭，他无计可施。今晚的比赛咱们赢定了。他妈了个巴子嘞！三炮啊，明天你替老子带着那帮贱民去周边的几个县，逐个的把他们拿下，替我和杨大人开疆拓土。大帅，你的意思是交给我，不是说让赵启？野马难驯，反而坏事。你不一样啊，你一直忠心我，我跟他赌也是为了那几件防弹衣。东西到手，他就没用了。谢谢大帅信任，
我的命就是你和杨大人的，你让我往头，我绝不往西。赵琪，你的命现在归我了，想家人平安，就把从我这儿偷走的金银全数吐出来。哎，相公，你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当然是去拉米，去拉肉了。相公，你就别哄我们了。这些年洛县颗粒无收，如果有米有肉，村民又何至于吃土呢？你放心，就算死，我们一家也陪着你，绝对不做卖国贼。死不了一点儿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娘，姐姐，是白米，还有肉。娘，姐姐，相公果然没有骗人。恭喜宿主震惊6人，获得震惊值60，剩余震惊值110点。相公，这些米肉你都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哎呀，要不是怕吓着你们，刚才就从储物戒拿出来了，何必带到这儿？哦，这些啊，都是我从马匪那抢的金银，我把它们都换成了米和肉，提前备在这儿。不然，你们以为我真的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就敢跟洋人去打赌啊？早知如此，就应该全部拿走，一点都不给他们留。看来有了马匪这笔横财，找借口都方便多了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米和肉，这局咱们赢定了。德家真是活菩萨，我这就去告诉灾民，他们有救了。哎，不可，千万不能走漏了风声。这洛县洋人耳目众多，一旦被他们知道，这米和肉啊，可就留不住了。赶紧找人，暗中去搭20个粥棚，再通知灾民，让他们晚上7点来领米领肉，然后带着装满肉的白米饭出现在广场上。我这就去安排。赵喜，这天都黑了，你承诺的5万灾民的粮和肉搁哪儿呢？着什么急呀？还有3分钟呢。我着急，分明是你拖延时间，原赌服输，回来交出冯单一。谁说我输了？赵琪，这个时候了，你不会还想告诉我你能赢5万灾民的粮和肉？不要说有钱能采购，那也得跑遍周围数县，耗费数日。今天洛县4门紧闭，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，你能变出来5万灾民的粮和肉？还有1分钟。1分钟？你得是想屁吃呢？1分钟，你能变出5万灾民的粮和肉？这灾民咋一个都没进来？但是我得爬不动了。恭喜宿主震惊5万人，获得震惊值50万，剩余震惊值50万零110。这么快就50万了，比预想的还要快。小穗他们干得不错。那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不可能，这肯定是假的。罗三炮，你给我保证过，说他们绝无生路。这些粮食是怎么回事？我真的也不知道呀，大帅。你这个废物！愿赌服输，现在你输了，跪下，给我当狗！让我当狗，跪下！怎么，输不起？赵琪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大帅可是洋人钦点的督军，给你一个赌徒下跪，我看你是自寻死路呢！你他妈了个巴子的！你跪下，给他磕头，当他的狗！快点！大帅，我是你，快点！赵琪，这下总行了吧？不行，我们的赌约里面还有一条，就是你亲手杀了罗三炮。赵琪，赵琪，华夏有句古话说得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很欣赏你的手段，我就想问问这些粮食从哪儿来的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他们手里的粮食就是你身边这条好狗罗三炮送给我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，大帅，我绝对不会背叛你。赵琪，咱挑拨离间。
罗三炮，你把你清风寨100万军粮送给我的事儿，你没跟你的郝大帅汇报啊？你放屁！这明明是你抢的我清风寨的库房，大帅。我抢的？那我刚刚跟你的郝大帅打赌的时候，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啊？还帮他给我加注！妈了个巴子的罗三炮，你敢骗我！大帅，罗三炮，你就别再骗他了。这百姓手中的每一粒米，每一口肉，都是你给的。这5万百姓绝对不会忘记你的贡献之恩的。谢大当家送粮，谢大当家送粮，谢大当家送粮，谢大当家送粮。罗三炮，你他妈的合起伙来耍我！这钱不报仇，死！现在轮到你了，跪下来把房贷也给我，不然死！怎么输不起啊？他妈了个巴子嘞，输不起！我才不像你们这些贱骨头，为了诚信，命都不要。我们这个世道认的就是实力。那我要是不交呢？3分钟，如果你不答应，他们仨死。不好意思，你没有3分钟了。3、2、1，啊！哪里爆炸？大帅，我们的军火库和粮仓被炸了！妈了个巴子！是你他妈搞的鬼是吧？不错，看来你还不算笨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些粮并不是罗三炮送的，而是从你的军营偷你的物资。接着，你他妈了个巴子！我毙了你！你毁了我的根基，盗了我的军饷，老子把你碎尸万段！系统兑换加特林，加特林兑换成功，消耗震惊值100，剩余震惊值50万010点。蹲下！东家把大汉奸袁大帅打死了，咱们洛县有希望了。东家为我，东家为我，东家为我！娘，相公他真的成大英雄了，只是我跟柔儿都没帮上什么忙，反倒成了累赘了。对啊，姐，你说他会不会嫌弃我们？哎呀，说什么傻话呢？琪儿怎么会嫌弃你们俩呢？诸位，虽然洋人的走狗已除，但乱世未止，想要不受欺负，我辈须当自强。相公，我要学枪，我也要保护洛县。我也是，我不想一直都躲在你的身后。我也要加入宪民兵团，我也要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诸位，从今日起，我教你们用枪、用技、用骨血去守护我们的家，守护我们的国。守住家园，守住华夏，守住家园，守住华夏，守住家园。哥不要稳，东家说过，开枪时不要慌，准心要对准靶心。杨磊大哥以前教过我们，保卫团的人要有骨气，哪怕拿的是木枪，也要有真枪的架势。穗姐，我们真的能学会打洋人吗？一定能，东家会给我们真枪，等我们学好了，就能像杨磊大哥一样，不被洋人欺负。对，我们要守住洛县，不能让杨磊大哥白死。守住洛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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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住洛县。好枪法，好。相公，我刚才表现的可好？以后你们2个就是洛县保卫团的副团长。太好了，以后我就能真正帮上忙了。是啊，终于不用站在相公身后干着急了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去见个老朋友。杨磊，如今的洛县没人再饿肚子，也没人再受欺负，你可以安心了。杨大哥，
我和妹妹现在是洛县保卫团的副团长。相公说了，你永远都是保卫团的团长。我们保卫团现在装备齐全，有坦克、飞机、大炮。外边那些军阀打得再凶，也没人敢碰洛县。现在那些洋人听了相公的名字，躲都来不及。洛县也从一个5万人的小县城，变成了一个有20万人的大地方。在洛县人民的心里啊，相公是他们的英雄呢。恭喜宿主震惊20万人，获得震惊值200万，剩余震惊值1个亿。在这乱世之中，我不仅要填饱每一个人的肚子，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。杨磊，你没走完的路，我替你走；你没守住的国，我帮你守。这盛世将如你所愿。敬礼。